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達頻道，跟住會係我 Bobby 為大家報道收市評論。貨幣方面，上個禮拜五英國公投結果宣布脫歐之後，英鎊已經2次跌至31年新低，目前都係保持緊低位。索羅斯預計未來英鎊下跌係必然趨勢，最後將會跌15%到20%，即係話可能去到英鎊對港幣9個幾嘅情況。而英國首相卡梅倫則表示睇好英國經濟，未來將會回升到正常水平。另一方面，佢都表示冇可能更改公投結果，所以目前脫歐係勢在必行。預計英國將於2020年先會正式脫歐。目前英國未正式宣布脫歐程序，所以其實而家都係講緊投資者嘅負面情緒影響個市下跌啫。真正震盪到個市嘅事件都係未發生嘅。單一個英國可能不足以影響香港經濟，但如果其他歐盟國家效仿英國嘅話，長遠嚟講可能會對香港經濟有好多不利嘅影響，所以投資者應時刻關注新聞，留意最新消息。股市方面，公投結果宣布之後，恒指直插600點，報20,250點，其後星期一報20,220點，跌30幾點，今日報20,170點，跌50幾點。就而家市況嚟講，就得兩條路啫，一係避險，一係避市。如果俾我分析，避險就好過避市啦，因為大多基金同投資者選擇避險，黃金同紫金等避險產品目前正處於穩定上升嘅趨勢，所以大家如果近期都睇好黃金嘅話，可以考慮下相關嘅 ETF 或者期貨。ETF 就會較為穩陣，但利潤就唔係好多。不過只要黃金升，佢就一定升，所以如果想保值嘅話 ，ETF 咧可以作為首選。而股票唔同，因為股票唔淨止講緊個成個行業嘅升跌，仲會受到其他影響，譬如市況、公司營運狀況、管理層決策、內部管理、財務等等嘅問題，所以係有機會發生黃金升但股票跌嘅情況。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了解下1818招金礦業。招金礦業係專門生產黃金嘅大型綜合性礦業公司，現報7個9毫3，月初報低位6個13，而家曾經升穿過8蚊，漲幅會達到30%左右。目前呢都係算企穩7個9或者8蚊嘅關位嘅。我建議投資者喺7個7買入，目標價8個4，可以減持一半，等機會升穿9蚊嘅時候呢就可以平倉啦。因為有其他貨幣嘅衝擊，黃金始終都係存在風險嘅，或可能因為公司內部原因等等導致股價下跌，所以建議投資者要設翻個止蝕位，防止損失慘重。止蝕位大概可以設喺7蚊左右。好啦，最後感謝大家收睇中達頻道，今日嘅收市評論就到此為止啦。以上純屬個人意見，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。本人蔡唔智為證監會持牌人，截至本評論發表日子，本人及有聯繫者並冇持有全部提及之證券嘅相關財務權益。多謝。